内规模上大的曾文水库，7月份的累积雨量是比以早同期的平均还低，水是欠了无介济哦。也毋过南化水库因为这几日落大雨，已经拢停起来咯，以及卡路洪台的雨水可能会增高，所以南水局嘛正期待讲会当来增加曾文水库的水量。 车子中道南化水库的水位欠水率已经达到100%，离一楼口敢若剩1公分。不过因为水的波动，有部分已经慢慢流出去。连续3天，因为台南山区过道落西北雨，也佮有下区引水的关系，台南南化水库拢出现溢流，达成当年大流的时期欠水率上大化的目标。离顶一届南化水库溢流已经过313天，不过曾文水库的水情就无遐尔乐观。 到初日为止，曾文水库有效欠水率是22.4%。根据南水局的资料显示，今年7月累计391.4毫米，比历年来同期平均的525毫米减134毫米。面对卡路洪台可能会炸雨之外，南水局是乐观看待。受惠于我们从甲仙的旗山溪越引水之后的挹注。 但是主要的中水库的一个整个蓄水率还是偏低，大概22% 左右。我们对于未来的这个卡努台风可能会引进的一些西南风或西南气流这个部分，我们是持比较乐观啊。不过南水局嘛提醒，目前台南水情的灯号也是温室的减压供水，水情也是真紧张，会尽量为已经满水位的南化水库来出水，全力调控，以期民生甲产业稳定供水。呼吁民众用水也是爱俭俭用。记者综合报道。